我哋有個客戶，佢係一間工程公司嘅東主，佢哋面臨一個棘手嘅問題。佢哋接咗單工程，幫一間科技公司寫字樓裝修，總共有2層，總面積超過2萬尺。佢哋收咗第一期錢就開始裝修工程。為咗呢單工程，佢哋買咗好多建築材料，請咗好多人，設計師、工程師、裝修師傅等等，成個工程預算超過800萬。簽訂合約之後咧，就開工1個月之後咧，完成咗第1期嘅工程嘅。咁之後咧，我個客咧就同嗰間公司申請拎第2期錢。初負責人咧就同我個客講，總公司仲未批到錢。我個客就諗住一度做一度等啦。第2期嘅工程都完成咗大半，但係嗰間公司仲係未俾第2期錢。咁我個客就覺得唔對路，同間公司嘅負責人講明，再唔俾錢我就離場唔玩㗎啦。最後我哋個客都同嗰間公司終止合約。我個客打算離場嘅時候，就立即揾我哋幫手追討翻嘅工程費。咁我哋接到 case 咧，就立即建議我哋嘅客人咧委託一間公證行到場檢測工程進度，因為咧呢啲都係同日後追討損失嘅有力證據啦。喺度都想提大家啦，追討工程數嘅時候，記錄工程進度嘅文件同埋證據保存咧係好緊要，要準確評估做咗嘅工程值幾錢。如果你都想了解追討工程欠款嘅做法，有興趣嘅話咧，記得撳我哋嘅連結聯絡我哋就可以立刻幫到你分析同埋了解你嘅個案。